暫時大熱係8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咧都平排喎，咁啊埋邊啊想搶啦，有勁爽啦，紅衫走咗上去就幸運福星啊，埋邊綠衫紫色眼罩有碎渣，外邊呢就係朗日雪風啊，最出啊勝在有型，第6位外邊啊美麗歡星內欄無極勇將啊，中間綠衫大面箍喺個馬林入邊就領創動力啊，後邊嗰4匹馬快樂老窩內欄尾4啊，後邊3匹有龍佑生啦，尾二就銀皇輕標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和道威嚟㗎，好啦，轉完呢個滿貫彎咁滯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幸運福星啊，朗日雪風響外邊嘅弟子啊，出邊走咗上去嘅馬呢有勝在有型啦，內欄第4位嘅馬呢仲有呢隻勁爽啊，中間第5、6、3係碎渣，內欄第6仲有無極勇將啊，外邊係美麗歡星啦，中檔位置就領創動力啊，後邊4匹馬快樂老窩就尾4，跟住無極勇將嚟跑噶啦，尾3就龍佑生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銀皇輕標啦，暫時殿後係和道威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幸運福星放得好鬆容啊，佔先啲，外邊位置仲有朗日雪風啊，埋邊有勁爽啦，中間係碎渣啦，內欄第5就無極勇將啊，響外邊勝在有型美麗歡星呢個時候亦都走上去啊，馬林中間綠衫大面箍領創動力啊，埋欄位置紅衫呢仲有快樂老窩攞出去外邊追有龍佑生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幸運福星佔先少少噶，埋邊追佢有勁爽，中間上嚟嘅馬仲有朗日雪風啊，中檔位置無極勇將追啦，跟住無極勇將嗰條路上呢仲有快樂老窩，外邊追係龍佑生，最出仲係和道威，最後100零米幸運福星埋邊鬥緊外邊呢就係呢隻無極勇將，2匹馬叮當碼頭啊，衝上嚟第3係快樂老窩。咁啊，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就好接近啦，埋邊勁爽唔多，中間龍佑生，出邊和道威追上嚟啊，埋邊紅衫係幸運福星，仲有少少嘅優勢，無極勇將用咗一段又似乎唔多，幸運福星似乎贏出呢場賽事啊，無極勇將第2，第3名呢係快樂老窩，至於跑第4名，外邊和道威衝上嚟嘅勢就相當勁啦，入邊勁爽呢，2匹馬有得影嘅。好啦，一放到底啊，有機會6格仔得手啊！幸運福星第2名啊，無極勇將第3名啊，慘啦，啲際遇好差，快樂老窩啊！個步速慢，梗係前面着數啦，梗係後面嗰啲塞啦，真係。黃旗舉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有黃金盒啦，埋邊燃心星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就同喜啦，守進第4位啊，第5位有精英至尊內欄第6，綠衫係東方寶寶啊，出邊啊實在美麗啦，尾5就魅力星啊，後邊嗰4匹馬分別有飛王、輕鬆大笑啊，黃衫尾二就富貴區啦，暫時殿後有少少搶口喎，係快樂寶寶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呢，就係嗰隻黃金盒嚟噶，同喜就跟住第2位啊，守住內欄第3就燃心星啦，第4位嘅馬呢仲有手進啊，外邊第5魅力星啊，內欄第6綠衫係東方寶寶啊，一路響外邊啊實在美麗馬林中間精英至尊上咗少少啊，後邊4匹馬輕鬆大笑飛王啊，尾二呢就富貴區內欄包尾嗰隻呢就係快樂寶寶嚟嘅。好啦，轉翻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黃金盒佔先少少嘅，見到外邊呢，咁啊呢隻同喜開始逼下佢噶咯喎，響中檔位置追你有精英至尊啦、手進啦，響入邊偷位上嚟仲有隻東方寶寶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黃金盒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！見到同喜開始追佢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東方寶寶啦，外邊位置追呢就係呢隻飛王啊！最後50米到，咁啊見到上咗嚟噶嘛，東方寶寶終點前，咁啊同嗰隻呢同喜一齊上嚟，埋邊仲有隻黃金盒啊，咁啊相當接近嘅，睇個去勢。黃金盒有少少力弱啦，代之而起10號係同喜，但係呢個時候10號嘅東方寶寶3幾個箭步過晒，跑第4名係飛王啊！好啦，今場嘅5班賽都鬥得好好睇啊！結果就潘明輝起碼啦，恭喜晒東方寶寶，第2啊同喜，第3啊黃金盒，第4後上飛王。恭喜晒啦，起碼啦！今場出閘順利就唔使留到咁後啦，中游貼欄啊，作位又好咧。仲係4嘅，準備。
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埋邊美麗邂逅應聲彈出啊！中間有街燈啦，咁啊中檔位置有迎人啦，咁啊同埋外邊呢就係呢隻加州星號走上去啊！內欄第5位喎，就係呢隻駿馬之星啊！後多層啊嘛，內欄迎妙星，中間紫色衫呢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位就林寶精神啦。響外邊63紅帽寶城之星啊，後邊4匹馬風繼續吹顏色勇士啊，尾二位置呢就博愛先鋒暫時殿後慣性金穗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呢個滿貫彎啊！放咗出嚟跑嘅馬就係呢隻美麗邂逅啦，跟住喺第2位係加州星號啊，第3位咁啊內欄位置有駿馬之星，第4位有迎人，第5位呢就街燈啊，內欄第6呢就迎妙星，第7位咧咁啊就係呢隻林寶精神啦，後邊嗰5匹馬風繼續吹寶城之星啊，尾3係博愛先鋒，褪咗落嚟尾2呢就顏色勇士，暫時殿後仍然紅衫嗰隻呢係慣性金穗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啊，前面都仲係呢隻美麗邂逅啊自己放啦。跟住喺第2位係加州星號啊，咁內欄第3嘅駿馬之星呢，有迎人，第4啊，內欄進佔第5啦就迎妙星啦，第6位呢仲有街燈啊，第7位粉紅衫粉紅眼罩風繼續吹啊，大熱門紫色衫淺藍就攞出去啦，係林寶精神啊，後邊4隻博愛先鋒寶城之星慣性金穗顏色勇士嚟㗎，好啦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呢就美麗邂逅佔先㗎，見到中間位置駿馬之星有迎人追啦，外邊啊林寶精神上緊嚟，中間迎妙星呢同風繼續出去爭緊位，中檔位置仲有街燈啊，最後100零米咁啊見到透出嘅馬就係呢隻美麗邂逅啊，外邊冚上去就係林寶精神啊，中檔有迎人同埋迎妙星，接近終第1名美麗邂逅擺咗喺前面放到啦。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林寶精神衝得順喎，中間有迎人啦，咁啊迎妙星啦，都逼逼夾夾咁樣噶啦。結果今場賽事轉過嚟谷草啊，擺咗喺前面走，美麗邂逅放到啦。第2名林寶精神，第3呢粉紅衫啊有迎人，中間夾住係迎妙星要影相。步速就好快啦，不過就一放到底，美麗邂逅啊，轉過嚟跑馬地贏馬。第2名林寶精神，3、4名呢有迎人定迎妙星要影相啊。迎妙星係咪頂唔到個胚啊？追唔到入個胚啊？好似有可能有。杯賽嘅場合，第2暫時係1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都靈勇士紅衫稍為慢少少，拖翻住先啦。好啦，睇下邊隻走啦。外邊位置飛騰追埋唔埋到去呢？中間有先到先得榮耀聖甲紫色衫，睇下帶唔帶到嗰2隻馬埋去啊？中間呢仲有電換精英啦，內欄正將啦，但係跟住個第6位呢，中檔位置係掌聲啊。第7位灰色衫粉紅帽呢，就係試跑得啦，內欄黃黑格仔衫有大力猴王啊。後邊嘅4匹馬都靈勇士長勝威龍啊，暫時殿後一隊有標誌亮子啊，暫時尾2啊，包咗落尾嘅馬係論文嚟嘅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飛騰追就放咗出嚟跑嘅，咁啊見到跟住個第2位啦，係電換精英嚟噶。第3位嘅馬有先到先得啦，內欄第4榮耀聖甲啦，中間第5就係呢隻掌聲啊，內欄第6紫色眼罩嗰隻係正將啊，後邊嘅6匹馬試跑得黃黑格仔衫大力猴王啊，後邊4隻都靈勇士長勝威龍，尾二位置藍衫白帽係標誌亮子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論文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600米段處咯，前面呢都仲係呢隻飛騰追啊，擠嚟咗個幾馬位嘅。跟住第2位有電換精英，第3呢就係呢隻榮耀聖甲啊，第4位先到先得啊，第5位外邊掌聲呢就走啦，再後多層啊嘛，響入邊困住呢有正將啦，揈出嚟中間有大力猴王啦，響外邊冚嘅馬有都靈勇士大外檔呢，咁啊仲有呢隻標誌亮子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中間透出嚟掌聲啊，外邊論文追緊佢，呢個時候亦都外邊有一隊都靈勇士，最出仲有標誌亮子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嚟掌聲，外邊都靈勇士一路追緊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論文，接近終點叮當碼頭要影相，埋邊係掌聲，外邊追上嚟好勁啊！隻都靈勇士，中間夾住係論文，跑第4名係先到先得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入彎冚咗上嚟嗰啲就有影啊！掌聲響埋邊，外邊都靈勇士有冇機會過呢？中間係論文，第4名係先到先得。出邊定入邊啊，好接近啊！入邊啊掌聲，出邊啊都靈勇士，第3啊肯定啦，中段變就啊論文，第4先到先得。應該都靈勇士有機會佔先啲嘅。好似係啊，臨尾好似啄贏咗，好似。臨尾落到大熱門啊掌聲。不過都靈勇士獨贏就冇乜喐噶喎，16倍。佢成日都冷門。
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星光快驅立友啊，響後邊6、3嗰隻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外邊銀刺勇士想搶，中間紅眼罩精益大師，出邊有紅利都加入戰團噶啦。第4位嘅馬呢，仲有豐功偉績啊。內欄第5呢，仲有皇帝英豪啦。第6位就係冠金旗啊。內欄紫色眼罩紅衫第7呢，仲有萬事得意啦。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線路達飛、馬鳳凰、黑白衫尾4嘅，尾3內欄呢隻線路高高啊。後邊2隻天天有福、星光快驅636帽暫時殿後啊，過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銀刺勇士呢就貼欄自己放啦，有紅利就跟住個第2位啊，皇帝英豪內欄第3，精益大師第4啊，第5位外邊冠金旗啊，3踏走咗上去啦，內欄第6呢仲有紫色眼罩萬事得意啦，中間呢豐功偉績，出邊線路達飛啊，後邊4隻馬鳳凰啦，天天有福線呢隻線路高高啊，包咗落尾星光快驅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仲係呢隻銀刺勇士啊，外邊冠金旗開始追佢啦，入邊仲有皇帝英豪啦，出邊追緊上嚟係天天有福啊，最後100零米啊，外邊天天有福逢馬過馬殺上嚟嘅勢相當勁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噏上噏落喎。咁啊，終點前嗰步呢，冠金旗外邊衝咗上嚟，同銀刺勇士影相，第4名係皇帝英豪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天天有福外邊逢馬過馬，咁啊結果就率先衝線。好啦，繼續係華將贏啊！今場啊，輪到楊明倫啊，恭喜晒天天有福贏馬第2名，都鬥口鬥得好緊要。冠金旗第3，銀刺勇士第4，皇帝英豪。陣間留意下隻星光快驅出閘啊！佢嘅出閘慢咗嘅，一條直路殺晒。熱係10，好你一起步啦！前面快閘呢就係呢隻御有進，佢應聲彈出啊！咁啊跟住後邊嘅馬啦，外邊有逆羽揚名啦，出邊好多利高啦，外邊威利非凡呢就進佔第4啊，中間第5古浪好友內欄第6呢，咁啊仲有紅財啊，出邊第7位就勝多多啊，咁啊再見到中檔藍衫紫色眼罩加州勇勝啊，後邊4匹馬咁啊有呢隻皮具伯樂啦，出邊進佔尾4黑衫啊廚神啦，尾2係新力啊，咁啊暫時大道後馬匹出就慢咗愛心波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啦，前面有好多利高放，逆羽揚名嘅第2位，威利非凡呢就跟住個第3啊，守住內欄第4呢仲有御有進區啦，中間第5就古浪好友，出邊勝多多，內欄粉紅酒呢仲有紅財啊，外邊冚嘅馬就係呢隻廚神啦，中間加州勇勝啊，後邊3匹馬新力皮具伯樂包咗落尾係愛心波嚟嘅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好多利高佔先，逆羽揚名追佢，外邊冚嘅馬呢仲有威利非凡啊，勝多多外邊亦都追，咁啊再見到後多層呢，仲有呢隻御有進區咧加州勇勝啊，出邊係廚神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勝多多透出咗，壓住咗埋邊嗰隻就威利非凡啊，出邊一堆上嚟有加州勇勝廚神贏馬嗰匹勝多多打搭贏添啊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咁啊追上嚟好勁嘅加州勇勝，入邊呢有啲內線啊威利非凡，出邊黑衫係廚神。野馬係勝多多，係咪威利非凡第2機會高啊？中間有加州勇勝追，外邊黑衫2號係廚神。好啦，恭喜晒偉達，終於都有連接馬啦！勝多多第2名啊，威利非凡3、4名好接近啊！加州勇勝，廚神影相。網絡就好似廚神就稱先少少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方圓升慢咗啊！前面快嘅馬內欄飲杯啊，中間有巴閉哥啦，外邊有安康萬里啦，最出藍衫走上去啦，中環精英啊，第5位外邊紫色帽呢係三軍勇將啊，中間第6位淺藍衫有紅愛射啊，內欄黑帽黑衫，第7位有勁進王者，出邊啊藍地球啊，尾4電源之區，後邊3隻方圓升非凡之選啊，暫時殿後要縮住嚟跑喎，運高8斗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呢，就係呢隻安康萬
萬里啊，快過中環精英添啊。跟住第3位就飲杯啊，巴閉高啊第4呢，內欄第5，淺藍衫有紅愛射啊，第6位噶嘛，紫色帽呢就三軍勇將啊，第7位有藍地球，第8位就電源之軀，後邊4隻京津王者非凡之選方元星啊，咁啊運高八斗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安康萬里佔先嘅，中環精英少少西咗出去啊，兩個馬中間飲杯追啲呢，外邊三軍勇將追啊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淺藍衫呢，仲有紅愛射冇乜位喎，外邊包上嚟噶嘛，仲有電源之軀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安康萬里佔先，飲杯就上嚟挑戰啊，外邊位置仲有三軍勇將啊，接近終點飲杯贏啊，跑第2名，安康萬里中間三軍勇將第3機會高過電源之軀啊，真係度都冇咁準啊，上季2 win。3班谷草千二 A 欄1檔嚟到今季咁啊，叫做計3場馬啦，又係 A 欄1檔飲杯，結果係贏馬。安康萬里放頭啊第2，咁啊中間三軍勇將追上嚟跑第3，外邊係電源之軀。好啦，1檔潘頓飲得杯落啦，飲杯贏馬。第2安康萬里3、4名影相啊，三軍勇將啊，定係電源之軀呢？飲杯都係跟前嘅喎，不過網絡就應該三軍勇將就第3嘅，電源之軀就應該第。8暫時大熱係4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就埋邊位置啊奔放快嘅，內欄有飛為僥倖啊，咁啊中間橙衫第3位呢有曾友啦，中間黃衫黃帽滿心星走咗上去大約第2、3位嘅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外邊粉紅帽龍紋邊影啊，內欄有唯美主義啊，中間綠衫大千氣象，外邊紅衫浪漫老窩，後邊3匹馬有財有勢，內欄藍衫嘅外邊升價，咁啊暫時殿後係99為轉嚟㗎，開始轉呢個滿貫彎啦。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嗰隻奔放啦，跟住第2位就飛為僥倖啊，第3位外邊位置黃衫就滿心星啊，內欄第4係曾友啊，第5位呢，咁啊內欄灰色衫唯美主義，中間粉紅帽第6啊龍紋邊影啊，外邊3搭望空咗喎，紅衫尾5浪漫老窩，後邊嗰4匹馬分別有財有勢大千氣象啊，黃帽尾二響外邊係升價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呢，係嗰隻99為轉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咯，前面奔放就順住佢走啦，咁啊接嚟呢個個零身位嘅飛為僥倖嘅第2位，曾友就係第3，外邊第4有滿心星啊，第5位嘅馬啦，咁啊埋邊位置唯美主義啦，外邊走上去浪漫老窩，中間大約第7位到啦，就係粉紅帽嗰隻龍紋邊影啊，後邊4隻升價有財有勢，內欄尾3尾二大千氣象啊，響後邊係99為轉嚟㗎，好啦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奔放帶住飛為僥倖入嚟啊，外邊滿心星冚啦，佢再埋邊偷位上。有呢隻就曾友啦，唯美主義啦，中檔位置係龍紋邊影啊，響外邊追有升價，大我檔99為轉啊，最後200位到啦，奔放依然係佔先1個身位，唯美主義響中檔第2，滿心星中間追，攝入邊上有財有勢，大外檔殺上嚟99為轉，中間仲有龍紋邊影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飛為僥倖，似乎響中間就透出咗嘅，咁啊要影相啦，外邊。有黃衫滿心星追，埋邊7號係奔放，再喺埋邊5號藍帽嗰隻就有財有勢大外檔99為轉，贏嗰隻係咪飛為僥倖呢？好似真係喎，飛為僥倖突咗啲出嚟啊！入邊就有隻滿心星啊，奔放99為轉，幾隻馬要影相啊！仲有財有勢啊！所以話呢組真係好接近6、7隻馬一齊衝。不過足線就一定係飛為僥倖啦，第又2就係係華將11號滿心星，第3好似係最。場賽事2班1650大熱暫時係1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埋邊啊，電信巴打黃帽咧，中間有升龍區啊，外邊一對冚上去，得道後王啦。咁啊最出嗰邊仲有人心星啊，咁啊外邊黃衫紅帽，大約第5位有太陽勇士，中間第6位大浪淘田啊。內欄啦，第7位到啦，紅衫紅帽有但求開心啊，響佢出邊啊馬路啊，後邊4匹馬分別有競速威龍、神虎龍區啊，尾二係1先生啊，暫時殿後嗰隻呢係快路嚟㗎。好啦，轉完呢個滿
滿貫彎向住對面直路頭進發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電信巴打嚟嘅。我喺外邊呢係得道猴王啊，第3位啦，外邊有人心星啦，內欄第4係升龍區啊，跟住個第5位埋到嚟添，紅帽呢就太陽勇士啊，落後1個身位到啦，仲有大浪淘田啦，但求開心啦，再後邊個5匹馬分別有馬魯、內欄尾4神虎龍區出邊粉紅眼罩勁速威龍啊，尾二係1先生啊，暫時墊後仍然係嗰隻快路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600米段處咯，前面都仲係電信巴打佔先嘅，得到猴王走上去扯佢喎，後邊嘅第3位呢，仲係人心星，內欄第4就升龍區啊，跟住第5啦，紅帽就太陽勇士慢慢攞出去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大浪淘田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嗰度勁速威龍掟大外檔啦，偷入邊呢，仲有但求開心中檔位置係馬路嗰啲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去得到猴王啊，人心星幾個箭步立咗上嚟過佢㗎啦，外邊位置追有呢隻太陽勇士啊，出邊仲有呢隻大浪淘田亦都冚上嚟，最後100零米大浪淘田外邊冚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，響入邊呢，仲有人心星2匹馬相當接近啊，大浪淘田贏啊，跑第2名人心星，第3名係太陽勇士，咁啊主跑第4名嘅馬呢，馬魯嘅機會係似乎高啲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人心星出咗頭先，咁但係呢個時候大浪淘田逐步蠶食上嚟將佢追過，太陽勇士跑第3、第4名係馬魯。好啦，尾場賽事巴道食尾糊啊，大浪淘田第2名，人心星第3啊，太陽勇士第4，馬魯啊。今日成績相當唔錯喎，丁冠豪起碼喎。飛燈 Q 啊有。 2班都攻陷埋啦。全日就淨係得呢